随着申报查纸瓦经，民众来去是相当的多，有人来查调所得资料，有人咧临柜申报。根据国税局台南分局统计，查至到23日，已经有7.5%的纳税人完成申报。今天为止已经有75%的民众完成申报了，那还有大概有5万多人还没有完成申报。那我们申报的期间就是到5月30日截止，就剩下最后1个礼拜那呼吁大家一定要在5月30日完成申报，不然你如果一起申报会受处罚的分局长肖淑芬表示，今年持续推广手机报税，也鼓励利用网络报税，因为省时方便，唔免走来走去，阁会当参加抽奖。如果在家用手机或者网络申报，还是税有确认都在家的话，那可以参加抽奖，最高奖金有20万，那总奖金有465万那请大家就是利用最后时间，我们到最后一天也有上班到晚上7点，如果你没有时间，也可以利用最后一天来办理申报。112年综合所得税申报最后期限是5月31日。今年申报增加 CFC 个人海外企业投资所得申报项目，在国税局现场有专属柜台提供咨询服务。今年就是新增加一个最低税率，就是 CFC。那我们有设一个专柜台，如果说大家民众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专柜询问。政府推动税务异化。现在综合所得税申报是愈来愈简单，市民大众若是还未完成报税，会当多加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报税，完成个人应节义务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